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4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今仔国内新增加5例境外病例，29例本土病例，其中有22例是甲网咖依然跟社会有关系，7例找无感染源。台北市网咖和平病院出现2例，指挥中心甲市政府决定病院无要阁收新的病人，要伫网咖设4个体检站。经济部长王美花到刑甲电厂调查了，表示是台电员工的疏失造成机组跳电，台电计共爱赔偿4亿7千万。新闻一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新增加5例境外病例，29例本土病例，年纪是对10外岁到70外岁拢有，其中有22例是甲之前网咖地馆、佮宜兰电动间、佮有30岁有关系哦。另外7例目前是搁在找感染源。另外，指挥中心嘛鼓励大家会使伫手机装一个台湾社交距离的 App 来看家己甲未着病人敢有接触。那么来听指挥中心下晡上届新的说明。我们有新增这5例的境外移入，那新增29例的本土 COVID-19， 那皆为本国籍，那为16例女性，13例男性，年龄介于10多岁至70多岁，其中16例与台北市万华区茶艺馆及其周边相关，那5例与个案1203及其相关个案相关。1例与宜兰游艺场个案相关，那7例目前还没有查到它的相关性。会在未来几天就是让这个 APP 有一个大家截图，如果上传这个你有安装的这个资料就可以来抽奖那如果你是不是这个成为确诊者然后同意我们卫生单位来让你上传这个资料，然后可以帮助我们疫调的话那我们会直接让你不用抽奖就可以得到5000元的一个礼券。昨暗传出台北市网咖和平病院有2例病例，指挥官陈市长今仔早起就到台北市政府开会，嘛甲市长郭文德做伙开记者会，因表示讲，目前和平病院无封院的问题，也毋过无要阁收新的病人，嘛伫伫网咖来设4个快速的体检站，列出5种的对象，希望这些人去采检，嘛针对无牌移工，讲因嘛会使来采检，这段时间袂甲因抓起来。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含防疫小组透早入去台北市政府开1点外钟的会议，因为网咖的和平病院出现2个新冠疫情的案例，引起是不是爱封院的犹疑。目前来讲，和平没有封院的问题了。那现在中央跟地方大家努力让它风险归零。那逐步能够恢复它的医疗量能，这是大家刚才最大的一个共识。当年 SARS 封院的情形，还有这一次桃园院也清理过一次嘛，我们要把它叫清零计划，再到我们会越来越好所以我们就会相当有步骤的让这个医院再重新恢复满载的能力。中央确定和平病院未封院，为着阻挡疫情摊开。中央和北市府有共识，减少和平病院的营运量，包含急诊要暂停，门诊无接受现场挂号，出院患者要14天居家检疫，各列出5大类加强监测的对象。4月15开始，有出入网咖地馆的人，捌发烧也是讲去医生看买药的民众、游民，还有外配，含有意愿去体检的民众，拢会当去做快筛。网咖除了3间病院。即马，搁伫北皮寮设第4个体检站，嘛对外籍移工来发出特赦令。他很郑重宣布一件事情：台湾目前大概有超过5万名没有身份证的外劳，凡是来做检查的，或是因这就医一定我们会给你特赦令我知道很多外劳怕了一来就被抓起来，你知道现在为了防疫的需要，你知道外劳有特赦令，不会因为来就医，你知道就把你遣送回国。这一次的事情，那当然相对的复杂，大家知道在区域性的复杂，那加上医院又有地缘的关系，那处理上是非常的困难。就烦恼讲网咖地区有还未检查到的疫情，中央甲地方拢病真严，是毋是会提升到封区的勘站？郭文德讲已经下令172间店家要暂停3天，等得到北市府的允准了后，才会当营业。嘛建议都要避免3个人做伙来食物件，照疫情的发展情形来随时修正。另外，注疫苗嘛是真重要的防疫美角，是毋是要开放地方政府家己来买疫苗的争议？
伫这场会议了后，陈时中甲郭文德有共识要互中央来敲切，就参像伫个记者会上尾啊，因两个人有斗答，中央甲地方经做伙来做伙防疫。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伫和平病院两个病例，这两个人是住院3天才发现胃着病哦。将病院赶紧消毒，嘛考出医护人员来采检隔离。烦恼网界疫情会愈拖愈严重，网界172间的地馆先停业3天哦。嘛呼吁差不多伫同一时间，甲确诊者出入同一场所的人，就爱去采检。工作人员每一个所在拢消毒，这是台北市立联合病院和平医区，同讲有2位患者确诊新冠肺炎，13项进行消毒，启动调查防治。台北市长郭文铁也到现场视察。指挥中心证实有接到某一间病院通报有2位患者确诊。初步调查有这2案都是在5月9号到该院急诊就医。那分别在当天及次日入住到该院的不同病房。那住院中经医疗人员询问后，发现他有相关的风险区域活动史，所以在5月12号转负压隔离病房，并进行通报采检，在今天确诊。这2位确诊者去和平医区急诊，住院3天了，出现会喘、发烧的症头，采检了确诊。指挥中心初步控制42个相关的工作人员进行居家隔离加采检，也对病院采取相关的防治措施，包括确诊个案大的病房暂停转接加转入，扩大控制接触者，急诊加门诊的营运量降低，暂停受技术新冠肺炎个案。另外，台北市艋舺区确诊个案经过查证，甲社会群聚案有关联。为了要避免疫情继续扩大，市府下令艋舺分局要求辖区内边172间地点啊停业3天，环保局也调派大批人员，每一间店拢消毒。我们现在总共有这个12支枪，我们今天是要针对这个172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茶室入内喷销。由于艋舺的确诊案哇龙山市接运站边啊，也有夜市啊，出入的人真多。指挥中心甲台北市合作，将台北市成立社区采检站，加强采检的能量。他只是回来要采检的，他就去挂了号，然后去采检窗那边做采检，采检完就可以离开。那如果是被召回的，那当然就他可能就要走完整个急诊的流程。台北市联合病院讲，民众若是接到中央防疫的简讯，讲有可能甲确诊者有过接触，或者是最近伫当地活动，感觉身体有状况的人，拢会让来采检。伫最近本土确诊的案例增加，指挥中心讲，网络顶怎么伫咧传讲，指挥中心也未公布几多个地区有确诊个案，这种信息是也未证实。有关疫情的资讯，也是以指挥中心公布为主。记者综合报道。早起指挥中心甲台北市政府讨论了后，嘛宣布讲和平病院暂时无搁要收住院的病人，急诊嘛暂停哦。环保局嘛专门来消毒，透早防疫马术嘛甲22名医护人员送到防疫旅馆隔离。郭经理郭翠安早起和平病院急诊的22个医护人员，伫指挥中心的安排之下，坐2架防疫马术，准备去防疫旅馆做隔离。为了要阻挡疫情，其实防疫马术早伫出车进前，拢已经消毒好势。驾驶座的边仔有用透明的塑胶卡垫架起来，车顶的座位是采用一个人一排的梅花座。一台车间内载差不多10个爱隔离的医护人员。虽然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不过防疫马术的稳健，加减也是会烦恼。第一次难免会有一些紧张，这样还是安心跑啊。有回去有用酒精这样消毒，这样就好了。在隔离大概14天左右。目前和平病院住院的患者是敢若存出院，暂时未办入院。因若急诊的是暂停营运做清洁甲消毒。门诊的所在，环保局嘛已经完成全面的清洁甲消毒，而且甲住院也有急诊的所在有做区隔。虽然台北市府目前评估暂时未采用封院的做法，不过伫确诊的消息传出来了后，附近店头的生意要是有受到影响。会有病患来我们这边买过东西，还是会怕。排队的人就不多啦，然后加上没有内用，我就更少啦。他如果跟 SARS 一样的话，封院啊，我就要休息了啦。出外吃东西的话，尽量避免啦，都用外送的比较多。
有业者表示，虽然听到确诊会互人感觉淡薄仔紧张，不过要保持平常的心，挂喙罨、甲消毒做好势。那附近的居民是讲，会减少非必要出门的聚会，来度过这一波的疫情。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桃园哦，桃园有学校传出讲有学生喂着病，即马佮传出讲桃园有工厂员工嘛喂着病，考出11个接触者需要居家隔离。另外，诺富特饭店今仔已经完成14天的健康管制甲人员的采检，早起嘛佮一遍大消毒。工厂正常上班，伫桃园传出有工厂的员工确诊新冠肺炎，甲伊近距离接触者11个人已经进行居家隔离，每天爱报体温。另外，相关部门所有的同事，逐工拢爱磅体温磅3遍。公司本来就定期有在做消毒，现在就针对这些相关的单位会重点在消毒，甚至扩大范围到整个公共区域跟桃园厂区这个部分的一个消毒。诺富特饭店工作人员5月14完成管制加采检，全面健康14天的饭店，室内2栋大楼470间房间加户外环境，早起由市政府环保局加33化学病菌到3港消毒。有要求这个管理人员将空调全部都打开，药剂漂白水可以借由空调直接吸出去，让整个空调的系统也消毒到。所以做得非常彻底。清消完成之后，仍然要进行包括这个动线检查，那包括这个防疫的安排以及人员的管制。那整个检查过后，才有可能作为机组员的防疫旅馆。桃园市长郑文灿讲，诺富特将会做做专职的防疫旅馆，袂用分散人做伙大，就要独栋管理。对机组员的管制也会更加严格。互疫情的风险降到上低，建议外籍航空公司的机组员入境做 PCR 核酸检测，恢复市场就要看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决定。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有一间国中传出讲有一名9年级的学生发烧有症头，指挥中心下晡嘛表示，这学生是确诊者，54名学生甲有接触的，今仔是拢无去学校，开始居家隔离，伊嘛无法度参加会考哦，会伫这个月底互因补考。明明是上课的时间，新北市这间国中所刷咧有家长来带囡仔转去。问我可不可以来载他，然后我说我以为他不舒服，他说不是啊，因为同学很多人都回家了，所以他就想回家。我去山顶运动，徛转回去啊，唔知影啦，我无知，你爱去问老师啦吼。发生什么代志，互家长这么青狂？原来是因为有一个9年级的学生，伊发烧加嗽，互医生看了后，亲像是甲新冠肺炎有牵连。这个谣喊，学校的学务主任伊无证实，嘛无法度来说明。讯息都还没有经过证实，那家长看到一些相关新闻或者媒体的报道，也有一些担心的部分，才会引起这样的一个现象。他们就直接跟我们讲啊，怎么讲？就说几班有。新北市教育局表示讲，有接到学校亲像是有个案的消息，昨暝嘛随甲校园内外拢做消毒。市长侯友宜伊证实讲，伫这间学校9年级有2个班级，今仔日拢停课啊。新北市已经完全掌握个案疑似传染的过程，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也若这个个案，希望以 CDC 公布为主。有2个班级停课，受到影响的有54个考生，所以这些人数我们都在掌控当中，我们会确保这54个考生的权益。教育部讲，若是有考生伫做隔离，会伫5月29和5月30，互因来补考，这算是外压的，袂去影响到其他考生的权益。一直到13日下晡4点，全国有3个考生因居家检疫会来甲做补考，其中有一个考生伊的居家隔离伫考试前已经满期，所以会伫第2类的备用试场，互伊来应试。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嘛，对今仔早起10点开始哦，动员32000多人，要伫24点钟内底，甲新北市彻底清洁来消毒。侯友宜市长嘛，呼吁市民嘛，做伙甲处理大消毒，来防止病毒继续传。沿路喷大量的消毒水，公园内底由工作人员来回消毒处理拢这物件。早起10点，新北市启动24小时全面大清消，不管是银行、餐厅，也是超级市场，拢爱做，要确实防堵病毒传开。
救护动员32000多人，消防局也协调各军、33化兵群调派警车支援，24小时之内要将新北市彻底清洁消毒。24小时全市总动员大清消，希望市民以及公共领域的商场、百货公司、夜市、营业场所，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大清消。面对附近台北市放假连续爆出本土案例，台北市各地放假扩出高危险的传播区，侯友宜也提醒唔通参加聚会，避免群组感染。万华区一定跟新北市有所连结，在周遭的几个区块，除了今天全面消毒以外，我都呼吁民众尽量少参加人潮多的集会，希望避免群聚，然后把防疫做到位。然而到餐厅去能够外带的，我们就尽量来外带。不只是上北附近基隆、宜兰、甲桃园拢出现本土个案，侯友宜强调，新北多伫中央防疫工作爱超前部署，也呼吁市民伫厝内底也爱大清消，加强清消的力度。记者综合报道。放假地馆的小月事件，有一个为着病人捌去苗栗白沙屯拜妈祖，张卫生局嘛去消毒。中县警开会是决定讲，为今仔开始，民众只会当伫庙外口用手拜拜，暂时无要互人入去庙里。台中市警察局伫昨半暝稽查8大行业，嘛有查到4件无实名制，会来处罚。民众来到苗栗白沙屯中县宫，但是庙方已经甲大殿的出入口拢围起来。庙门外口嘛采告示牌，表示为了防疫，暂时无开放民众入庙来参拜。虽然未少民众感觉可惜，但嘛是敢若会使配合庙方的做法。昨天我看那个香客是有稍微少了一点，那今天与其这样子，因为明天又分到礼拜六，为了不好控制里面的人流分流管制啦，与其这样子，我们干脆庙内我们就禁止他们进去里面参拜。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13号公布，有确诊的个案2号下晡要到宫田宫来参拜。苗栗县卫生局马上启动疫调，采检要求环境清消工作。宫田宫表示，虽然无开放入庙，但是会使伫咧门外参拜，不过嘛是需要专电挂喙罨。疫情升温了后，台中市警局开始稽查8大行业是毋是落实实联制。13号就查到4间业者违反规定。这个无写到。我来，无写到了。你写，我写啦。某一家李荣 KTV 来实施临检的时候，由我们水南所技所长在这个1楼的107包厢里面查获1名5姓民众未依规定来登记实名制。警方统计，台中市5月份查到违反实联制总共12件，拢已由卫生局裁罚。卫生局表示，违反实联制的店家，拢会以违反传染病防治法处3000块以上15000块以下罚款。合约店家嘛是要尽社会责任，落实防疫。记者苗栗台中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看，印度疫情是非常严重，连续2天拢超过4000个人死亡。虽然新增界病例已经连续4天无超过40万人，也毋过专家是真烦恼，讲一寡庄稼所在无通采检，有可能有真侪人拢无互验出来。专家嘛批评讲，印度是生产疫苗重要的国家，甲技术无疫苗通用，造成疫情滚假，目的政府爱负上大的责任。病人客伫病院内底接受治疗，外口一直有病人送入去病院。这是印度西北边一个小城镇巴尔梅尔，因为医疗基础设施无够，互2个患者爱共用一张病床，加上当地对新冠病毒的错误认知，互疫情拖得真紧。अभी यहाँ पे जांच वाच नहीं हो पा रही है, प्लस वैक्सीनेशन का भी कुछ नहीं है। आफ्टर अगर कहीं कोरोना पेशेंट पाया जा रहा है तो वहाँ सैनिटाइजेशन नहीं हो रहा है, प्रॉपर नॉलेज नहीं दी जा रही है लोगों को।当地医疗官员表示，有7成患者为庄卡来，不过村民无愿意挂喙罨，只用衫或者是一块布压喙甲鼻，真歹达到防疫的效果。ये बात सही है कि इस बार ग्रामीण क्षेत्रों में ज़्यादा संक्रमण है। पॉजिटिव केसेस भी लगभग 70% से आसपास गाँवों से आ रहे हैं और गांव में हमने जगह जगह में टीमें बना के ग्राम निगरानी समिति के और ANM आशा आंगनवाड़ी और उनके जो BPO उनके ग्रुप बना के घर घर जाके सर्वे करा रहे हैं。甲大都市疫情开始转好无同，印度庄卡地区的感染数升到真紧。
流行病学家指出，要阻挡这波疫情，上好的办法就是疫苗。कि आगे बढ़ेगा, इसको बचने के वही रास्ते हैं। वैक्सीनेशन अपनाइए जिनको मिलना चाहिए, कोविड अप्रोप्रिएट बिहेवियर करिए। लव ने इतने अच्छे तरीके से समझाएं आज, कंटेनमें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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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कंटेनमेंट, उसमें इंडिविजुअल का भी रोल है, सिस्टम का भी रोल है, राइट। रिस्ट्रिक्शंस को लगाया गया इसी चीज़ को आगे बढ़ाने के लिए। तैयारी की बात की गई, तैयारी के पॉजिटिव एग्जाम्पल दिए, ऐसे ही लड़ाई की जाती है।不過，根據 BBC 報道，工會專家批評莫迪政府對疫苗政策犯下列錯誤，其中就計劃無周全、難產採買、加介紹戰亂的問題。在印度疫情當後的時陣，印度將家己生產的疫苗送去國外，即馬說因為生產袂赴，愛向國外採買，甚至由國邦病院家己買，和疫苗價差應達到1倍以上。公司新聞鄭慧賢報道。再來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衝突已經第4天，雙方是愈戰愈厲害，已經造成上百人死亡。以色列軍方的發言人伫早起是表示，以色列為佇以巴邊界的地面部隊佮軍機已經攻入去加沙走廊。以色列軍方則是伫咧推特打文，講以色列國防軍加地面部隊正伫咧加沙發動攻擊。以色列軍方發言人也證實，軍隊已經進入巴勒斯坦。其實伫咧幾點鐘過戰前，以軍伫咧加沙集合，大家就伫咧要講地面作戰，敢若就要開始啊！加沙邊界第13暗，看到天頂有真濟火箭飛過，以色列也用鐵穹防護系統解炸。即講巴勒斯坦的激進組織哈馬斯也向以色列發射真濟火箭，以色列也用空襲反擊，並且部署超過9000名軍力。雖然埃及伫咧中協調，不過雙方依然敵對。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也試在鐵穹系統，軍方講到，即馬已經將90%的火箭攻擊炸落。مع عناوين المقاومة ومع حركة حماس ومع ا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ولكن في كل مرة عندما يبذل جهد كبير لإيجاد حالة من وقف العدوان تصطدم هذه الجهود بقرار إسرائيلي جديد بتدمير الأبراج والاغتيالات。激進組織哈馬斯也講，影響以色列南部城市埃拉特附近的拉蒙機場射一粒火箭，造成真濟班機改向。以色列媒體報道講，這粒火箭尾也無寫到，不過真濟國家的航空公司攏宣布取消飛以色列的班機。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輯。來看保守的伊朗社會對女性是真無友善，有一個查某人就佇個身上來藏攝影機，甲伊互騙色的過程翕落來，伊嘛公布影片，讓大家使看到伊朗女性的處境。短短10幾秒的影片，就讓人感覺真無舒適。這算是伊朗婦女日常生活一部分。這是一名反性騷人士用嚴重攝影機所翕的，想要讓伊朗社會了解成為一名女性，上街路愛承受偌濟驚嚇，讓人用為所教，這只是其中一部分。این منطقه روزش هم امنیت نداره، واقعا نداره، چون معتاد خیلی زیاد داره که رو به تاریکی میره. من فکر میکنم قریب به اتفاق خانم‌ها یا دختر خانم‌ها جرأت بیرون اومدن نداریم。到伫小島的海南這婦女指出，隨時攏有性騷擾、個暴力攻擊，上街路被搶、提刀劫持，毋是個案。多人批評指出，公共建設設計無優先，親像又閣長又閣暗的進行掠球，和婦女正做受害者幾率增加真濟。این طرف مثلا یه دونه دختر خانم یه خانومیه یا من خودم الان معلولیت دارم. خب این خب من تنها باشم یکی بیاد قشنگ خیلی راحت میتونه گوشی منو ببره، پول منو ببره. 為改善這個現象，伊朗政府研究10年了後，總算在今年批准法案，禁止對婦女做出身體或者是精神上的攻擊，相關性騷擾或者是性侵害行為，相當應處2年徒刑加99個月鞭刑，也閣拍算成立女警隊來保護女性安全。不過人權組織批評法案無重視婚內性侵加同婚問題，也無界定家暴行為對婦女保護有限，而且法案要卡在保守的國會內底，伊朗婦女離無驚嚇、安心出門日子猶原真長。公司新聞徐焕玲編輯。再來看咱國內的消息咯，國內開荒嚴重，台中對4月初六就開始分區送水，一禮拜停水2天。市政府嘛積極找水源，佇中央公園烏20口井，佇鯉魚潭淨水廠的附近嘛烏50口井哦，一天會使來提供13萬9千噸的水，予55萬人使用。
这个公五停2是维持到5月底。那如果再不下雨，那这个水库的蓄水率又一直这样子偏低的话，那下一步要怎么办？5月底以后，6月初以后要怎么办？所以现在距离6月初还有半个月那我们提早来了解中央下一步的供水计划。那因为这次实施分区轮流供水之后，现在目前的节水效率是达到20%以上。那因为为了要降低市民对于这个现在目前供水不便的影响，所以我们在抗旱2.0的时候，我们另外新增了很多的这个多藻水的工程。市长早起去中央公园来了解水情，嘛甲水利署的人员交换意见，望讲乌济了后6月初无水通用的情况会使改善。另外，伫台中科学园区，市政府嘛答应中科会使乌16口井提供工厂用水来使用。再来看，昨下晡因为高雄的兴达电厂机组跳电，全国各地轮流停电。经济部长欧美花今仔嘛带专家实际到电厂去调查下晡是表示讲，是台电员工操作的时去开着唔对的开关，造成机组跳电。目前台电嘛统计计共要赔偿4亿7千万。经济部买来成立电网改善小组，甲台电做伙来改善系统的风险有学者嘛指出，再生能源目前是无法度稳定送电最近因为欠水，备用的水力发电嘛无法度支援。台湾的备用电的政策应该要检讨。规台湾无讲无大停电，有真侪县市伫5点钟来按民望，真侪店家干那会当暂时休困。台电启动这个分流供电，一直到暗时8点才恢复用电。台电表示讲，伫12点外的时阵，伊发表声明稿，讲主要是兴达电厂的4组机台拢跳机去，损失电量差不多是220万瓦。为着要维持电网的稳定，第一时间自动启动地平下载，才会造成部分这个用户停电。强调讲，唔是电力无够，是电网故障。电源端就是我们的供电应该是够，我们的备用容量还在10%，但是我们的电网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超高压变电所的汇流排故障，让它的输送产生的问题。不过，能源学者认为讲，这个备用量干那有10%，唔是电力无够，会当选择的电力来源会当讲是真少。搁再强调讲，能源再生这是小塔一个尔，无法度稳定来供电。加上这个最近欠水真严重，水力发电根本都无够，所以讲。若是无欠电，有可能会面临更加严重的跳电、发电的这个状况。偏偏那个明潭水库那个水真的是缺水，那个可以紧急调度就好。如果我们其他的电源供应都非常富多的话，根本就不会有这个问题。所以这个不要，那个不要，都要用很精简的方式。那你当然碰到这种高风险的时候，就会出问题了。台电嘛有出去年的发电结果，再生能源的占的比例是5%，也是水力是3%，气电甲这个兄油的是7%甲3%，也若核能发电是12%7%，兄土炭甲兄瓦斯的拢总有超过3成甲4成，拢总有2389万亿度电。用电呢，用瓦斯、兄瓦斯甲兄土炭为主，显示讲主要兄瓦斯甲土炭的电厂，若是讲拄着故障的问题，假使讲若是无其他的来后备发电，安尼规台湾大停电的问题，同款要是会伫咧。记者综合报道。台电嘛表示这届的赔偿会直接为后期的电费来扣。高雄市政府嘛是针对这个停电事件来表达讲，针对长期以来南电北送的状况，因是感觉真无公平。经济部能源局派人来甲兴达电厂路北超高压变电所，现场挂着停电工作中的标语，但面对问题拢无爱回答。兴达电厂这个所在各种全台大停电，经济部会比照着815大停电来赔偿，互大家电价减免，初步估计有2亿。高雄市政府表示，市内损失搁咧统计，但是台电若真正有疏忽，就爱负起责任。核发或是大发工业区，还有人大跟我们现在
科技产业园区的前镇男子，那部分厂商或是有些商业店家受影响。很多次的大停电，这个部分可归责于台电公司的部分，那台电公司就应该要负起责任。而南部的电无愿意送去台北基地嘛，搁再一改互人提出。市长陈其迈认为高雄发电的总电量有500亿度，全市用电量干那280亿度，占总发电量5成加1点啊，所以要长期把电送去北部，对高雄不公平。我们主张区域除了蒸汽减煤、绿能缓和之外，更重要是区域均衡的原则。努力的学生应该要得到奖赏。陈其迈认为，烧煤发电不如天然气发电恢复电力较紧，台电还是应该思考用其他增加电力的方式来取代，才袂阁像即个共款有设施故障就全台拢停电。记者洪刘婷婷、很昆明交款个人报道。早暗8点左右全国就恢复正常的送电。也毋过今仔早起，高雄有一间国小的学校，老师佮学生因为电梯故障，需要消防局的救援。今早起10点，高雄一间国小有14名学生甲1个老师掉伫故障的电梯内底，消防局嘛赶紧去救援。这个电梯故障的事故，甲昨全台湾大停电敢有关系，是个需要调查哦。针对昨个停电事件，有环保团体是表示讲，因认同台电讲的，这毋是电厂的问题，是配电网的问题哦。这届停电嘛，互外界又搁开始讨论土炭发电甲核能发电的必要性。兴达电厂因为电网故障，造成4部机组跳机，一时间损失220万千瓦的发电能力，占当时占丰富财的6%。环境规划协会指出，就算有更较悬的备转应用，嘛真歹应付安尼极端事件。所以在这个极端事件来讲的话，它影响的就是真的是会让整个瞬时的我们的电网的频率上面失衡。关键的问题真的不是在发电端，而是在一个配电端这一块的话，输配电的部分如何能够更为强韧，这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理事长叶家辉认为，应该检讨输配电电网为怎样遮尔脆弱，储能部件顶头嘛应该更较强化。即届耗电速度较慢，叶家辉表示，嘛甲为着要减少空污，提升燃气发电，甲燃气机组造成机载之用有关系。为了要减少空污的部分，所以我们的确要把很多的燃气挪来做机载之用。所以它目前在里面，它可以扮演快速启停的角色是比较有限的。即届停电嘛出现重启核试的声音，地球公民基金会中心就算真正会当重启，嘛完全无法度救急。核电厂对快速复电的贡献有限。天然气从没有到开满，大概到1到4个小时，核电厂就要开2天。那这个是发电的特性，所以如果我们在想象中未来还要有这种救急的情况的时候，核电也都是最差的选项。款团认为，若未来希望停电了后，复电的速度加紧，可能爱互燃气的机组数量有更较好的确保。不过，反对三接兴建伫大潭海草大的公道，推动能源批评。伫想要伫单一的电网之下建设大型集中式的发电厂，会造成更较侪危机。呼吁政府痛定思痛，落实输配电的管理，嘛互分散式的发电会当慢慢实现。记者曾志成台北报道。再来关心疫情哦，网咖的地管疫情是愈传愈大。感染科医师黄立明是认为，要甲网咖一区封起来有困难，建议先限制活动较实在哦。昨总统蔡英文嘛讲，咱国产的疫苗7月份就会开始生产提供。也毋过，前卫生署长杨志良是批评，国产的疫苗并无合国际的标准。网咖地点的疫情扩大，拖到台北市联合医院和平医区。国内有感染科医生认为，应该随对和平医区的医护人员全面体检，查清楚有偌侪感染源。因若网咖区是毋是进一步封城？黄立明认为，伫台北市要做单区封城，恐惊真困难。中央就要甲地方讨论好，先自限缩活动开始。目前整个万华基本上是风险很高，那可是台北市是一个生活圈，你每个区之间要完全隔绝。可行不可行也是一个问题啦。总统蔡英文有告讲，伫7月底就让强警第一波国产有风车。中区防疫指挥官黄国斌讲，国内有风车一间高端，一间联压，联压已经完成第2期的注射，按算伫28天了抽血检查抗体，结果会送食药署。
国产预防针的副作用是比国外预防针较低，常常看到的副作用是有一寡所在会正起来。国家的许可之下，可能会通过所谓的紧急授权使用。它的安全性来讲副作用目前来讲看起来是比国外的这些新的疫苗它是比较低的。但是没有3期临床试验完成，照国际的标准，那这不叫疫苗嘛？所以那不叫疫苗。人家说我打疫苗，我哪里打疫苗？我是参加人体试验的。经卫生署长杨志良批评，国产预防针也未做到第3期的临床试验，无符合国际标准。伊也批评卫福部长陈时中应该下台，防疫总体政策无做好，才会和平疫区出现破口。伊希望赶紧对网甲区实施半封城的措施，有做总比无做较好。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东县本地只有6间病院会使注疫苗，这几天挂号全部拢满了。县政府嘛对这礼拜开始，搁要开放10来个卫生所，互民众会使去注公费的疫苗。台东县也是疫情零确诊的所在，原本3月份开始注的新冠疫苗无人问，不过因为这2天国内本土案例一直增加，即马台东县有6间病院提供注疫苗的门诊，到月底全部满额了。有真侪民众烦恼讲疫情会对观光人潮，拖来到台东，都拢来抢注自费疫苗。我们接触的人多就是必须要自我预防。台东县因为地形有较长了，偏乡甲离岛的民众若是要住拢真无方便。县府对这礼拜开始开放16个乡镇市卫生所，互庄脚的民众方便住。即摆医药的情形嘛真烧咯，这礼拜甲中央申请70万，会当住700人例，嘛拢已经满了。到有这个可以施打，然后今天就借着这个机会来施打这样。最近有比较热络了现在目前总共施打有大概超过，如果今天的话就会超过700人了。台东县目前会当提供注疫苗服务的医疗院所已经有增加到22个所在。卫生局估计讲有真侪民众要来住，已经甲中央申请100罐的疫苗，提供予民众后礼拜来住。呼吁偏乡有符合公费疫苗的民众，会当来甲当地卫生所预约。不如果若是要住自费的民众，目前也是会当甲步入台东病院注文。记者综合报道。国内疫情压悬，刷落来50连假，传出这2天华人的饭店已经有1半以上的民众取消订房。即嘛有真侪学校的毕业旅行嘛先暂停，互学生心情是真歹。因为疫情相关，华人真侪旅宿业者拢做全馆消毒，各用生命剂定期这样大一气。员工只要身体无舒适，拢爱伫咧厝内底休困。不过51连续假期也是出现旅客打电话来退订延期。原本这个时期，其实各饭店平均大概都已经落点在50%到60%左右，其实将近客满。就是我们算上连假的话，那目前我们已经退房都已经高达大概50%。所以我们其实剩下的住宿率大概落点在30%左右而已。学校也暂停毕业旅行，就连已经出发到立福村的华大附小4天3暝毕业旅行团也被通知，要取消，马上等来华联加做2天1暝，同学拢真失望。已经期待6年了，所以就会觉得有点沮丧。我们知道老师也很在乎我们的安全跟健康，所以才不得已得提早结束。钱是小事，孩子能够平安回来是最重要的。县府教育处表示，因应疫情相关，高中小学6月7日以前毕业旅行加校外教学拢先暂停，或者是取消。毕业典礼是不是继续办？目前也在研究。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云林的市东乡种真侪蒜头，市东农会特别举办烤蒜头的比赛，互因来体验做事人的辛苦，嘛要互大家来了解蒜头对产能到市场爱经过偌济处理的过程。众人伫赤炎炎的日头下骹无用烤蒜头，这是云林市东举办的烤蒜头比赛，吸引全国900人来参加，来体验的民众拢感觉真心熟。蒜很厉害，拔蒜头甲夹蒜头的比赛，来自全国有100个人来甲咱市东来开始比赛着这个夹蒜头甲烤蒜头。蒜头真有心得，爱卡手爱紧，爱高清气。爱支持吃龙蒜头啦，做田真辛苦咧。除了新式的比赛，农会也伫现场提供蒜头饭，加做活动结束的点心。食过的民众拢学了家会得志。
比赛了的点心就是用蒜头饭，用这个甜筒冰淇淋装起来的这个蒜头饭，是咱顶年受邀进总统府的这个蒜头饭。这个蒜头饭，我食这有蒜头味，搁说咧，搁加这饼，哇，很对味，好食，这蒜头味呀，足好食呀。烤蒜头加蒜头，这是农民平常的工作。真侪民众头一摆来体验，原来伫市场看到的蒜头，爱经过遮侪辛苦的流程。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南投梨园潭边仔的韩北文学步道哦，经过3档的筹备，最近做好12台艺术装置，顶面有刻12位文学家写的诗哦。民众来遮行搭的时，欣赏风景，嘛当来感受遮水开的诗句。日头光照伫日月潭的水面，看青山的影伫天边摇来摇去，天真清，真适合若行伫韩北文学步道散步，若欣赏诗句。12位作家以爱情做主题，写出12首诗，刻伫步道设立12大艺术装置。那这一个一路观赏伴随着天上的云那山中的风水面的鱼，那种感觉啦，就觉得人生的幸福莫过于此。从小到大来过无数次，但是现在我心里想，下次我要带我的家人来，因为这里跟以前不一样。配合作家的诗句，设计出无共造型的电视房仔，边仔佫架一个 QR code， 民众用手机去扫，就通听到作家吟诗给你听。这些延伸其实都可以变成一个新的景点。那未来如果再连接整个潭面各种不同的景色以及特色，应该可以让日月潭更有生命力。氛围的话呢，民众来到日月潭徜徉在这个湖光山色当中的时候，会更加的有感觉。这届的规划是南投县文化局和日管处合作的成果，希望深化在地观光的内涵，让民众唔单是来这行行看看的尔，佮会当欣赏文学作品。记者综合报道。屏东的九如国小已经搬出旧的校舍是有100年的历史，县政府家己重新整理，这嘛是变做一个专人照顾园区，有真侪设施哦，互大人囡仔拢会使来使用，那么做伙来看卖。看囡仔耍甲遮欢喜，你叫这是虾米高级的室内游乐园？有厝流浪、球池，佮会当耍沙。其实这是屏东九如新的亲子佚佗的空间，完全唔免买票。盖好盖水啊，很好玩。很好玩，他每天都想来，每天眼睛睁开就跟我说他要来这里玩。囡仔有通耍，照顾的大人就轻松。另外，嘛有收藏2000本册绘本集，会当互亲子做伙念故事。10到15秒之后，我们再换边。行到2楼是互社区民众甲长辈运动的空间，有教练带领，嘛有脚踏车等等运动设施。1楼的日照中心，伫5年前就成立，目前有20位长辈，逐工来遮活动用餐。这个专人照顾园区14拜5开幕，外面的公园嘛有真侪设施。这原底是有100年历史的国小教室，改造了后，即马每一个年岁人拢会当来。是已经有家属，嘛就是社区的志工妈妈有来参加老店的活动，所以我讲这是一个服务使用率的提升啦，个这个场地真正改好。我们老人要帮忙年轻人照顾小孩，然后咱的少年会当出去趁钱吼，即个老人会当有一寡囡仔伫伊的身躯边吼，伫遐来佚佗吼，来耍吼，这有一个介好的氛围，对咱的老人嘛是介好的一种自然的疗愈吼。所以，阮即摆一直推动的是一个跨世代的共同生活这样安尼的理念吼。少子化佮加上个人化，屏东县开始推动专人照顾的理念。未来伫盐埔、潮州、恒春等等5个乡镇，嘛会陆续成立专人照顾园区。记者陈家文、赖伟做屏东报道。为了要让法国的太空人嘛使伫国际太空站食到思念的口味，法国航太研究中心找米其林的总铺师，煮法国料理放入罐头内底，送去外太空。米其林的总铺师陈新做，甲拄掠搁正鲜的龙虾切片，搁加一罐脱水的海带丝甲泥巴拌好嚼。Finalement que quand les astronautes vont goûter ces plats,
que ce soit des plats qui soient très savoureux avec beaucoup de caractère. Et donc c'est pour ça quand on a créé cette recette, on a voulu avoir du citron finalement un petit peu sous toutes ses formes. 上尾啊用柠檬皮提味，让规道料理更加水、更加香。本来就是讲会当放伫咧碗内面要出菜啊，不过总部师所甲这道菜放伫咧罐头内，准备要甲伊放起来，因为这料理是要送去外太空。Et de notre côté, si c'est trop sec, on peut avoir des miettes quand on mange, et ces miettes aussi peuvent être nocives, parce que là on peut les inhaler, et donc ça peut être mauvais pour les poumons si on a des miettes qui flottent. 是要伫咧分装好了，送入去灭菌机消毒。因为伫太空上惊就是食物中毒，用这么悬的规格来制作法国料理的罐头，是为了要让法国的太空人伫咧太空中会当食到家乡味。2, 1, 0. Mission and liftoff. 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今年第3遍再上太空人。飞量混进号伫咧2时飞到国际太空站，4位太空人内面，来自法国的太空人佩斯凯是第一位坐商业太空船的太空人。Can't wait to start our work on the space station. We can't wait to see what's ahead on the adventure for us in those 5 months. 佩斯凯会伫咧国际太空站开始一系列的任务，对特别传的米其林料理也等袂赴，真想要食。虽然就会等到特别节日，才能甲其他人做阵食，不过会当伫咧遮尔高压的工作环境，食到来自地球的好食料理，也算真幸福。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辑。经济发展甲环境保护到底敢有法度会使取得平衡？有科学家是认为讲，目前地球破坏的程度已经严重到会互地球毁掉，所以包括法国等几啊个国家开始推动现地和自然的计划，做回来了解。法国比利牛斯山顶的原地山羊，伫咧正街的山边行起来，袂输敢若伫咧行平地。1900年代就因为过度拍蜡，伫当地完全拢消失。边个国家西班牙保育了正好，也有10几万只。法国的比利牛斯山国家公园就逐年向西班牙讨真侪野生的原地山羊，先隔离检疫，确保健康，接管追踪其野放，做长期的观察，禁止拍蜡，还互因钓的车地。Quand on est sur des ongulés, ils ont des effets sur la végétation, sur les milieux ouverts, etc. Quand on est sur des vautours, ils ont des effets sur le recyclage, la consommation des cadavres d'animaux morts qui poseraient des problèmes sanitaires, par exemple. 土地回归野生状态也引起争议，因为长久以来，人类拢正惯势控制环境，赶走迄寡无需要的生物，自然也无愿意放弃自己的生存空间，甲动物做厝边。Produire des espèces, c'est déjà vouloir gérer, intervenir. Et là, nous, on fait rien et c'est la nature qui décide de se réensauvager seule. 推动这项计划的环保组织认为，法国境内7成的国家公园加保护区只是名义上的保护，甚至也有准拍蜡这款商业行为。伊希望在咧上好的情形下，会当推动全国1/10的土地野生化，所剩的部分则互人类做生存发展使用。只要有机会，大自然就让家己富裕。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辑。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6度。南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7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外岛地区上低25度，上悬3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1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后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